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医生，聊一聊醫療醫保。前一陣子啊，咱們都聊過教師這個行業啊，似乎鐵飯碗已經不那麼牢靠了。有編制的教師啊，很有可能分流，要麼去對吧，初中或者高中當老師，要麼呢，有可能把你分去這個鄉鎮基層單位啊去做公務員，收入大幅減少，甚至還有的啊去管後勤、管食堂、管保安。總之啊，這個教師啊正在面臨嚴峻的考驗，面臨職業困境。那現在呢，醫生呢，相比較教師啊，醫生也好不到哪裡去。前2天咱們做了個節目，河南新鄉什麼醫院，對吧？對，這個門診病人呢，每天你只能報銷50，但是啊，滿大街那些藥店、連鎖藥店啊，卻在賣這些化妝品、個人這個洗漱用品等等啊，也就是用醫保的錢可以去買這些日常消費品等等種種亂象啊。最近關於醫生的報道也多起來了。南風窗啊有一篇報道叫工資打5折，醫生紛紛降薪。這個醫生降薪啊，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個普遍現象。南風窗11月2號發表的這篇報道啊，部分的啊描述勾畫出了當下醫生的困境，實際上啊驗證了這個任正非說的讓含義傳遍每個人。這個任正非可是在4年前說的。我們看南風窗怎麼說的啊？南風窗報道了幾個醫生啊，當然這些醫生都是化名啊。是的，深有體會。面對醫院正在普遍降薪的訊問時，外科醫生張輝答道：張輝在一座1線城市3甲醫院普外科從業，是醫生群體中待遇上好的一部分。他粗略算過，同等崗位、同等水平的醫生薪酬跟以往相比，至少打了6、7折。這個正好跟房價同步啊。1線城市的3甲醫院啊，外科醫生這個本來這個應該在醫生裡面收入比較高的，工資都打了6到7折。那你想象一下啊，那些地级市的医院或者是下面县城的医院只会更差啊。但是我在外科同时有高级职称。張輝說啊，長期以來外科的績效比其他科室相對較好，以往1個月績效在1萬多元，但近期降到了7000到8000元之間，且延遲1個月發放。這不是張輝一個人的感受，在海南某家中醫院工作了8年的護士劉景紅也在2025年8月收到了醫院降薪30%的通知。醫院所有部門都在降，包括我們護士、醫生和後勤等。劉景紅告訴南風窗，相比他們收入本不太高的護理人員，降薪給醫生帶來的影響更大，沒激情，沒動力。張輝和劉景紅都跟南風窗強調，醫生降薪並非個例。2025年6月，市場研究機構華醫網發布的醫療人才2024年薪資及就業調研報告顯示，參與調研的29469名醫務人員中，有57.9%的人表示薪酬下降。相較於2023年調研報告中37%的醫務人員薪酬下降，增加了20個百分點，薪酬下降呈擴大趨勢。他這個報道啊，引用了很多這個調研報告裡面的這個圖表和數據啊，咱就不介紹這圖表了。更早前啊，醫學界的叫醫米調研發布的2024年度中國醫院人力資源現狀調研報告顯示，2009年參與調研的醫生中，降薪的醫生比例從2023年50%增加了57%，更多的人啊已經在降薪啊。長期以來，由於醫療服務的高價值和培養一名醫生的高成本，醫生的高薪酬是不同國家的普遍做法。此外，醫生職業的特殊性也要求其薪酬應維持在穩定水平。張輝表示啊，相比社會其他行業，醫生群體的薪資待遇已屬不錯。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保障醫生合理待遇和做好醫療服務之間做好平衡。實際上啊，降薪早就開始了，不是說啊今年才開始。我在想啊，你要往前推的話，恐怕要推到口罩期間，口罩一結束啊，後面實際上降薪就已經公開化了，沒錢了，這個大家都能理解啊。說事實上，醫院降薪不是近期才發生的事，早在3年前，張輝就跟家裡人做了預警，要縮減不必要的開支來應對這種時期的到來。張輝說啊，在2023年初，他就已經感受到醫院有降薪的徵兆。這可是一家1線城市的3甲醫院呢，就好比北京的協和醫院。隨後不久，醫護人員的績效工資就開始打折，並
遲發1個月。他記得他們的降薪不是分次數降的，而是在這3年內緩慢減少，直到現在績效工資整體降了30%左右。隨績效工資一起減少的還有各種福利，像以前過年過節都會發現金，現在基本都沒有了。張輝說年終獎早已取消，收入減少明顯。在跟同事的其他醫生交流時，張輝也了解到，盡管幅度不一，但其他醫院同樣經歷了降薪，且有些醫院的績效工資延遲2-3個月是常規，有的甚至延遲半年發。而績效工資是醫生的主要收入。張輝告訴南風窗，醫生的薪酬主要分為固定工資和績效工資，其中績效工資占到整個收入的7-8成。相比张輝，李一鸣所在的醫院的降薪則剛開始不久。他在一家3甲醫院口腔科門診從業2年，今年5月科室發了通知，說績效工資下調5%，到6月又變成下調6%。李一鸣說此次績效下調涉及全院所有部門所有崗位。自他入院起，他們的績效工資都是延遲2個月發放。前不久，李一鳴陸續領到下調後的績效工資，我算了下，大概比以前少了1000塊左右。李一鳴說盡管他們的績效下調幅度不大，但因為他們的收入以績效工資為主，所以钱減少仍颇為明顯。我們每個月績效工資大概在1.5萬元左右，基本工資只有2000。李一鸣告訴南風窗，績效工資占了他收入的85%左右，底薪只有2000那绩效工資大家都懂对吧？那根据你的这個效益，根据你看病的人數，根據你創收情況，這醫生也不容易千里之外，甘肅一地市醫院中醫科室的護士王清，從2025年3月開始領到好幾次打了5折的績效工資。今年3月以來，我們醫院有些月份處虧損狀態。王清說，他們收入跟着醫院的營收情況而波動。你說甘肅地級市的中醫院那情況可想而知，一線城市3甲醫院都扛不住你再往下面县城醫院估計能發底薪吧。他記得2018年剛入院那年績效工資不錯，但自2023年以後，績效工資整體上減少，一些過節福利也在減少或消失。王清說目前每月基本工資都能保障，但醫院的營收狀況不是很樂觀。近2年來，到他們醫院看病的患者变少，而且不少人的治療也变得保守起來。這個大家都能理解沒錢了，有的病能不治就不治了，自己扛。那降薪的原因是什麼呢？這莫名其妙对吧？醫生就開始降薪呢。中國人沒有減少難道中國人的身體好了嗎？顯然不是，降薪就是因為沒錢，這是連鎖反應降薪的原因最直接的是醫院整體醫療服務收入減少，加上最近2年醫保的嚴查和集採藥物的價格下調，產生了一連串反應。張輝說他們這類3級醫院的醫生薪資中基本沒有財政來源，所有的工資績效全靠自己掙回來。也就是雖然醫生有編制，但是醫生的這個收入工資地方財政不負擔，全靠掙。他說這跟醫院的營收狀況緊密相關，這個跟教師還不一樣你的教師的工資是由這個政府往下撥的。李一鳴解釋，他們的績效工資多寡要看醫生業務量或產值多少，就是你1個月裡看的病人在醫院花的錢，這個錢扣除成本後，再按一個比例給我們發績效獎金。李一鳴稱，那醫生每個人都有 KPI， 都有這個創收的指標簡而言之，一個醫生看病人越多，或病人在醫院花的錢越多，醫生的績效工資就越高，反之則少。張輝回憶在2017年和2019年之前，醫生績效工資中的一部分靠開藥、開檢查和使用耗材獲得，但在2017年和2019年，國家先後取消所有公立醫院的藥品和耗材加成，藥品開始集採，醫護人員經歷了一次降薪潮。那一波降薪幅度雖也不小，但因為其中含有一些不合理乃至不合規的收入，所以醫生群體的接受度尚可。實際上就是把那個灰色收入對吧，或者不合理的部分給擠掉了，那醫生也能接受，因為畢竟剩下的合理部分也還不少。但是現在合理的部分也保不住了。当時的政策提到，例如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如耗材加成而減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過增加財政投入、增設醫事服務費、調整醫療服務價格等方式解決。自那以後，公立醫院收入3駕馬車，醫療收入、財政補助和藥品收入變成了
以醫療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為主的兩駕馬車。也就是醫院啊，公立醫院3個來錢方式，一個就是醫療收入，一個是財政補助、藥品收入。現在相當于藥品收入砍掉了，醫療收入加財政補助。而按張輝的說法，近幾年他所在的醫院醫療服務收費並沒有上漲，同時因為檢查檢驗費用下調，而且患者治療態度漸出保守，醫院總收入在減少。本來是想漲價創收的，結果你一漲價，你靠醫療收入賺錢嗎？結果這個病人不看病了，導致醫院總收入減少。他說財政補助方面，近幾年投入量有所上漲，但總的佔比不高。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長金維剛則在一次財經發展論壇上表示，財政資金在公立醫院投入平均佔醫院總投入 10% 左右，最高 15%， 最低為 7%。李一鳴獲知的降薪原因是醫院為了支援新院区的發展而下調了他們的績效。不過他自己也感受到，由于近2年来患者治療方式偏向保守，使得医院进一步減少收入。像我們科室有一項叫根管治療的方案，費用挺高，一顆牙要3-4千塊錢。李一鳴說，近1-2年來，他給患者介紹方案和大概費用後，很多人，尤其是不能刷醫保的人，就選擇不做，選擇開點藥回去吃，對吧？還是病人啊收入下降，病人消費不起了，就這麼簡單啊。此外，張輝覺得近幾年醫保監管越發嚴格和規範，他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了醫護人員的薪資空間。醫保嚴查，尤其是實行 DRG 和 DIP 付費改革後，大概就是某一種病啊，你治療費用不能超過什麼一個上限，就這麼一個制度。一些跟收治疾病不甚相關的收費項目不讓開了，所有治療項目必須在病歷中有體现且合理合規，否則被查出問題，醫保局的罰款，醫院就要從醫生的績效工資裡扣除。而在醫保未嚴查的時候，醫生的可操作空間相對大一點，能開出的收費項目較多，收入相應較多。但有一個問題是，醫保的有些規定是新出的，但他在查的時候會倒查過往記錄，也就是倒查3年5年，那時因為沒有這些規定，就會出現不合規的情況。不過張輝認為啊，這像是一個天平的兩端，嚴查醫保儘管某種程度上壓縮了醫護人員的薪資空間，但讓利於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是個好事。以治病為準則啊，醫保監管趨嚴，成為多位受訪醫護人員在提到降薪原因時都無法繞開的爭議焦點。不過現實可能更加複雜。2024年4月，國家醫保局官網發布一篇題為 DRG 導致醫療收入減少，導致醫院虧損，這個鍋 DRG 背不動的文章。該文提到啊，當下不少公立醫院的虧損和醫療收入減少問題主要出現在醫院的不合理擴張和發展上。你看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醫保局說這鍋我們可背不動啊，你醫院的收入減少跟醫保沒關係啊，是你們醫院自己叫盲目擴張、多元化經營。說有的醫院求大求全，擴院區、蓋大樓、搞裝修、加病床、買設備，這些都將讓醫院發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醫療機構人力資源配置過多，導致效率偏低，費用過高；有的醫療機構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藥耗佔比過高，這些可能導致醫療機構入不敷出，艱難度日。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說來說去就是群眾沒錢了。大家都知道啊，很多3甲醫院嫌原來的那個醫院太小，对吧？这些醫院一般都在主城區嘛，老城區，3甲醫院都在城外郊區擴更大的新院區，所有的醫院都這麼幹啊？為什麼呢？對吧？都有道理。這個大的3甲醫院你不擴張自己的院區，病人看不過來。你3甲醫院一擴張，那下面其他的醫院都也擴張，照貓畫虎啊。縣城的醫院它也搞新院區，因為只有搞工程对吧？搞建設才有錢賺呢，這是最起碼的、最簡單的。至於這個新的醫院、新的院區建好之後，你病人夠不夠對吧？你病人能不能收滿，叫住院率對吧？或者叫什麼收治率等等，這指標能不能達到？他不在乎，達不到就算了唄。那你這個都是貸款建設的，這利息、這個運營管理成本，在薪酬結構方面，全國公立醫院固定薪酬佔比較低，而以績效工資為主。地區上
一線城市固定薪酬比例僅為 29%， 級別上3級醫院固定薪酬比例約為 36%， 較2級醫院低8個百分點。文章稱，醫生的績效考核以醫療服務中心為中心所以醫生主要關注服務類型、數量、費用以及對所在醫院净收益貢獻等，這會激勵醫生追求更多服務與更高費用，這些導致出現一些不合理的大處方、大檢查、分解住院等問題。可一旦政策方面對此類行為加強監管，醫生的績效工資隨之受影響而減少，陷入一種怪圈。國際經驗顯示，公立醫院的醫生薪酬以固定薪酬為主。澳大利亞學者對比國家公立醫院的工資制與私立医院按項目支付制发现，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生選擇患者的經濟激勵，按服務付費制則導致醫生顯著偏向治療短期住院患者，就是以利益為導向，是吧？文章認為，固定薪酬為主的模式更有利於保持公立醫院的醫療公益性。文章建議我國逐步提高醫護人員固定薪酬佔比至 60% 至 80%， 構建基礎工資加有效績效或基本工資加小比例績效獎金的結構，降低績效獎金與業務收入直接掛鈎強度。這個馬上就會實現了這個很快，對吧？你現在醫生基本工資2000，績效1萬，這樣的話績效在工資收入裡面佔比過高，對吧？佔到了 80% 以上，很快醫生的工資基本工資2000，績效也2000，這樣績效佔比就下來了。國家衛健委近日也強調，逐步提高基礎薪酬等相對固定的穩定收入佔比，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同時研究推動動態縮小機構之間的薪酬差距。醫生和醫院要以治病為準則，而不是以營收為準則。如果一切以賺錢為目的的話，醫患關係變差，我們也有一份罪責。醫院轉向公益性，需要醫生降低慾望，同時需要財政方面的支持，讓他們可以安心治病，而非費心創收。關於醫生的收入這個確實也很難辦呢。為什麼呢？如果醫生的固定工資佔比過高，也就是說我每個月1萬塊，那就意味着你幹多幹少，幹好幹壞都是1萬塊，幹得好的跟幹得差的也沒有什麼差距，那就希望醫生对吧要自己提高什麼自覺，這個也挺難的。所以你怎麼找平衡？如果說醫生底薪很低，對吧？基本工資很少，全部靠你的績效，那醫生的積極性高了，但是醫生又出于這個個人利益目的，對吧？他又會搞什麼大處方、大檢查，想方設法的增加收益、創收，對吧？這個病人也受不了，對吧？醫患關係又變差。總之這玩意沒有個好辦法說兩全其美，你只能找平衡呢。对，你也不能要求醫生白衣天使就是要奉獻，对吧？你沒有這個奉獻精神，你最好不要去做醫生。這個醫生也要買房子，對吧？醫生買房子他也要按揭貸款，1分錢也不能少。然後醫生小孩上學也要花錢，輔導班也要交錢，對吧？你不能要求某個群體你就是奉獻，這也不行。所以說吧，這玩意不太好治理。醫保局怎麼管都夠嗆。但是我想总體上還是跟大家收入下降有關係。但這個患者，對吧，不打算花錢了，靠自己扛，因為患者沒錢嗎？有的能報銷 80%、90%，那他掂量掂量，對吧？有的報銷的少，有的即便報銷的多，但是他剩下的 10% 他也負擔不起，他也覺得太貴，能忍就忍了。所以目前这個醫生的現狀，我覺得第一個是最主要原因還是大家收入在下降，普遍的越來越難，消費降級，消費降級，你醫療一樣也要降級，降級就是患者治療的時候偏保守嘛，醫療降級這是最主要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醫院也是盲目經營呢，盲目經營導致什麼呢？導致這個很多這個縣醫院下面的醫院擴張，都在擴張，大家都擴張導致什麼呢？導致本來在縣醫院看病的人跑到，對吧，地級市去了，3甲醫院，本來在地級市看病的人跑到省醫院去了，省裡面3甲，省裡面呢直接跑到北京、上海去了，因為大家都在這個擴容嘛，擴大，所以導致下面醫院那更就沒有病號，沒有患者，那下面醫院更吃不飽，更慘。第三個原因就是醫保，對吧？醫保為什麼這麼整來整去的？實際上沒錢了，他沒錢了，所以他往出醫保相對的就是給醫院付錢嘛，支付費用，他在開始縮減，對吧？
給醫院的費用。那醫保的錢去哪兒了呢？他管得好嗎？醫保有很多錢啊，被別人掏空了，他有缺口，對吧？他入不敷出，所以他要開源節流，他想方設法的克醫院的，对吧？對醫院要求就越來越嚴嘛。這些嚴是好事，但有些也是不合理的嘛。那醫保的錢去哪兒了呢？我們繼續看這個央視的報道啊，這個央視看樣子是把這個矛頭啊最近對準醫保、騙保這些啊，他又搞了一個新聞呢，叫騙保手段2，拿救命钱當提款機。山西一医院從上到下集體騙保近千萬，當成唐僧肉，醫院騙近千萬，上下集體躺牢房。醫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錢、救命錢，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然而，有的人竟然做起了騙保生意。大家看視頻啊。根据公诉机關的指控，2016年9月，被告人艾某忠作為主要出資人，在山西省大同市設立了某醫院有限公司，並擔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這家醫院通過審批成為醫保報銷定點醫院。在那之後，艾某忠多次召集其他涉案人員，共同商議如何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截至2020年底，涉案醫院虛報金額970餘萬元。那麼，艾某忠等人究竟有何手段讓巨額醫保基金落入私囊呢？艾建忠在医院高層幹部開會的時候，動員全院職工找自己的親朋好友來醫院掛廠騙取醫保。涉案醫院騙取醫保基金手段1：拉人充數，增加虛假住院患者。法官介紹，每拉來一個患者，涉案醫院都會給介紹人發放好處費。判決書中寫有一名曾在涉案醫院擔任護士的證人證言。他說，張某才給我們開會，要求任務目標，一種是院內營銷，就是職工自己拉，介紹費100至300元；另一種是院外營銷，由牛某鹏組織人員去拉患者到醫院，給500元營銷費。對於艾某忠等被告人來說，有了患者就有了生意。該院的實際控制人艾某在醫院的管理層會議上，要求醫院的營銷團隊到周邊的縣區招攬吸引住院患者，同時也安排本院的職工及家屬進行住院，從而達到增加患者的目的。涉案醫院騙取醫保基金手段2：空掛床，虛構住院全流程。法官介紹，一部分拉來的患者實際並未住院，僅將醫保卡壓在涉案醫院，也就是空掛床。涉案醫院卻為其偽造虛假病歷、檢查報告和用藥記錄等，虛構住院事實。空掛床就是人不住院，把醫保卡壓在醫院裡，套取國家醫保報銷的這個行為。辦理了住院的患者，有的是空掛床，病歷、檢查、用藥全部虛假。判決書中寫有一名曾在涉案醫院骨科擔任助理的證人證言。他說，住院分2種情況，一種是空掛床的，李某、張某才會特意囑咐我們有空掛床病人，安排我們下各項檢查單、治療項目等。等到治療到達標準，張某才就安排我們通知收費處辦理出院手續。另一種是實質住院的病人，實質住院的病人在出院前2天，如果費用低，张某才、李某就会安排我們添加治療項目，到達標準後辦理出院。也就是說，無論是空掛床還是實質住院的病患，涉案醫院都會想方設法将他們的住院費用抬高至国家醫保報銷最高標準。這也是涉案醫院騙取醫保基金的手段3：小病大治，將費用虛增至報銷上限。有的患者是病症較輕，僅僅需要基礎的檢查和治療，在這種情況下，醫院會安排醫生或者醫生助理通過修改病歷、增加住院時間或者開具一些名貴的藥品和檢查治療費用，從而把住院的費用提高到国家医保報銷的最高標準。判決書中寫有另一名曾在涉案医院工作的證人證言。他說，醫助會在病人臨出院前3-2天給病人增加虛假項目，使住院費用達到醫院要求。醫助一般會給病人續開一些名貴中草藥，續開理療項目。對於空掛床的病人來說，也按照真實病人一樣走流程。涉及到檢驗科，就會出虛假檢驗報告；涉及到護士，就會出虛假體溫單、虛假計費。
涉案醫院騙取醫保基金手段4：財務造假，多環節虛報成本與費用。法官介紹，涉案醫院上傳醫保報銷的用藥數額與醫院實際進藥數額有明顯差異。根據審計機構對其財務數據和上傳醫保數據進行比對，涉案醫院其中一味中藥的實際進貨金額僅為7700元，但通過虛增用藥的方式，涉案醫院上傳醫保報銷的金額高達40萬餘元，即便考慮到其合理的利潤部分，也遠超進貨數額，並且這些虛開的藥品並未被患者實際使用，而是又再次回流到了醫院藥房。此外，涉案醫院還會在药品进價上做手腳。根據判決書中的证人證言，藥品大部分都會是2種價格，一種是國家醫保規定的價格，另一種是和醫藥公司的實際成交價格。報銷使用的國家醫保規定的價格，因為這個價格高且有發票，也就是說，涉案醫院低價採購藥品，卻憑高價發票申請醫保報銷，虛增進價騙取醫保基金。這個山西大同這家醫院啊，這叫系統性腐敗，從上到下，從院長到科室主任到骨幹，有多少家像這樣的醫院就是为了騙保而生的，或者是或多或少都在騙保，醫保的錢就這麼揮霍掉了，對吧？這還不算那些集採裡面的那些貓膩利益輸送。所以醫生收入下降啊，醫院的營收下降，甩鍋給醫保也沒毛病。醫生現在降薪已經到什麼程度了啊？有很多醫生啊，他的工資難以維持他的開支了，要出來兼職。這個不是開玩笑的啊，因為越是大城市啊，因為它開支高啊，花費多啊，尤其是買了房子的。前幾年对吧，行情好的時候，上車買了一套大房子，一個月按揭貸款恐怕要還1萬多。那現在他收入一降，他開支沒降啊，降不了。如果再加上有小孩上學，那基本上啊，那就會因為他降薪而返貧。所以網上有很多帖子啊，什麼協和醫學博士考慮這個下班以後啊開滴滴，說萬能朋友圈中的滴滴司機朋友生活所迫，油車想下班後跑滴滴，下午6點下班，19點到22點時間段可以支配3個鐘頭，周一到周五，周日可以全天跑。不知道跑滴滴1個月大概能賺多少錢？跑滴滴還可以跑外賣啊，跑外賣不是更靈活機動嗎？北京一家頂尖3甲醫院的神經內科醫生林毅則指出，醫院近7、8年來一直在變相降薪。他雖2次晉升職稱啊，已經升2次了，從住院醫師升至副主任醫師，但薪資幾乎未變，升職不加薪。過去每次晉升，薪水都會隨之上漲10%到20%，但現在啊，升2次職了，工資沒變。多名受訪醫生認為，醫生降薪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環境低迷、醫保控費趨嚴以及醫院大規模基建這3大因素，就是我剛才說的啊，3大原因。這個醫保我認為現在是主要原因，因為醫院大基建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基建也不可能了，對吧？很多這個民營醫院，尤其是啊這麼地級市的啊，或者是以下的有些醫院它擴張啊，它現在已經到了要破產的邊緣了。現在很多醫院破產，這個報道也很多啊，該破產的破產。所以說來說去啊，醫生的好日子也到頭了，很多民營醫院破產，醫生下崗，对吧？失業，公立醫院降薪。當然了，也有很多公立医院啊，後勤行政人員占比过大，管理成本过高，這也是原因之一啊。那未來這些人恐怕首先要受到衝擊，也有可能醫院要壓縮人員裁員呢，先裁這些行政後勤，但是這些人都有關係啊，要裁也不好裁。總之啊，隨着這個經濟形勢不好，對吧？過去認為不錯的鐵飯碗教師、醫生，現在也開始不香了。培養一個醫生啊，那花費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花費的更大。但是出來沒個好的工作，沒個好的收入，也是很讓人頭疼啊。大家還是做好準備吧。想立志啊成為醫生的，那些還在醫學院上學的，可以重新考慮考慮。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